高雄市政府为了要解决这工地废弃无地气的情形，按算要设公办公营的投资场。第一大将可能会选择咧公山圣心路的大塘农地，所以因为这搭离主体区辖区无到500公尺，居民是真反对。公务局长就表示，讲呢到时阵4块链灯笼的种树啊，市政府也继续和居民沟通。挂伫树顶的红布条，多多写着保护家园拒绝投资场来设立地规例。为了解决目前建筑废弃无地气的状况，高雄市府按算要设公办公营的投资场。头一搭要选择公山圣心路边的这搭大塘农地，但因为地点伤远主题区，干那500公尺尔，民众听到风声拢真反对。不应该是在这边呐、为什么啊？因为社区嘛，社区可能都是有那个污染的。寒天到啊，吼，那个东北风来哦，就是这样过来。哦啊，伊的设立场都伫迄个啊，像以前那个水泥厂在那边也是一样。东北风来的话，就是不好。民众认为，地规里人口7、8千人住伫遮，附近阁有国小甲幼儿园，土风若蹲伫遐，到时东北季风一吹，土粉啊夜夜飞，实在袂通。20要机关针对污染的部分提出质询，认为市府事前拢无甲地方好好沟通，甲一块好田摕来囤废弃物，伤过良伤。要安怎保护公家，永远都没有尘土了，无可能啊！包括车拢会进出，就是一个尘土了啊！无可能完全拢无啊！你动作一点，但这个8%没有污染源吗？居民不会靠近到那么近的，因为而且我们只是从圣生路进出，那整个土地场建设也都会在周围做一个隔离绿带，种很多树。除了环境污染，议员也关注到时大车出入变多，当地交通可能会变愈乱。因为高雄市府加强土风稽查，造成12间合法的投资场业者无要受土风，市府才按算找大塘土地来设公办公营的投资场。工务局强调，所有公办投资场目前拢也在讨论阶段，公山这搭嘛也在评估收集意见，会持续甲地方各界沟通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